樂道37含有90%三七，佢嘅活性成分皂苷係市場上同類型嘅保健產品當中最高，仲有雙大學嘅臨床實證，幫我收肚腩、減內臟脂肪、通血管、抗三高。要食就要食滋潤之精，我揀樂道37。大家好啊，我係張錦祥 Ricky。我平時除咗中意煮飯仔之外咧，亦都好中意周圍揾好嘢食嘅。你知啦，出街食嘢幾乎餐餐都高鹽、高糖同埋高脂噶嘛。如果唔 keep 住幫身體掃走啲垃圾咧，脂肪就會慢慢喺你嘅身體裏邊紮營噶啦。尤其係內臟脂肪，個肚腩都現晒形。內臟脂肪唔單止會影響外形，仲會增加三高嘅風險，引致突發性嘅心血管問題。我本身咧都有三高問題嘅，我選擇中式嘅保健品嚟到改善健康。我有睇過文獻記載咧，中醫對症三高同埋心血管問題最常用嘅藥材37啦，已經有400年嘅臨床應用歷史㗎啦。但係市面上咁多37嘅保健品，究竟點揀好呢？中醫嘅朋友又建議食最少含有90%嘅37保健品，而且配方咧就唔適宜太過複雜。37本身嘅性質咧不寒不燥，唔會上火，唔會傷腸胃，真係男女老幼都啱食嘅。市面上有複方三式嘅產品成分太過複雜啦。例如加咗山楂、丹參咁樣，唔係個個人都適合食嘅，尤其是胃寒人士食咗個胃可能會唔舒服，真係唔適合長期服用㗎。加上又冇臨床測試，功效真係存疑啊！點解我會揀樂道37？就好似煮食咁，揀食材咧就要地道，仲要營養價值高。樂道37含有90%三七，選用地道嘅文山三七，活性成分皂苷係市場上同類型嘅保健產品當中最高。功效就自然超卓啦！樂道37有雙大學臨床實證雙功效，91% 有效減內臟脂肪，69% 有效掃走血管嘅垃圾，而且仲有升級用家阿博食咗7年。我聽佢講除咗三高指數 keep 住靚仔之外咧，心血管問題改善咗。佢話連個肚腩都細咗2-3寸，有臨床報告又有真人實證，咁我食得更加有信心啦。樂道37嘅臨床實證點止呢啲啊？我知道有最新大學嘅臨床報告發表啊，樂道37可以提升你50%人體裏邊嘅控食因子，幫你控食減脂，係天然嘅殺脂小藍筆。呢個新功效勁咯，絕對係有肚腩人士嘅福音啊！你咪睇我睇落好似好瘦咁啊，其實我都有個肚腩嘅，所以咧我都驚自己有內臟脂肪超標嘅問題。食咗樂道37一排，個肚腩真係細咗喎。上年咧逼到爆嗰條褲咧，今年居然着得翻。人哋話中年發福多數都衰喺個肚腩度嘅，咁所以個肚腩減咗，個人睇落都後生咗，仲嚟咗添。唔好以為上咗年紀個肚腩同埋內脂就冇得救啊！你叫我跑10個圈，梗係冇後生仔咁冇氣力啦。但係每日食2到4粒嘅樂道37，我包你到80歲一樣做得到。唔好放棄自己啊！自己嘅肚腩自己減。隨住年齡增長，新陳代謝減慢，更加要加倍小心。所以咧，我 keep 住每日食2粒樂道37。如果係去食好嘢或者食大餐之前咧，就食多2粒添。keep 住幫心血管掃走垃圾，同時減低內臟脂肪嘅堆積。記住啊，唔好等三高敲門，未病先預防，咁先係叫贏啊！要食就要食滋潤之精。樂道37樣樣都第一，又有本港雙大學臨床實證雙功效，收肚腩、減內臟脂肪、通血管、抗三高，用家見證，市場暢銷16年。滋潤之精，我揀樂道37。